台湾无伫喙脣皮顶，伫耳孔边。台湾人袂当无了解的台湾故事甲历史，请听阿正先的一一说来。阿正先的讲台湾。观众朋友大家平安顺遂又到了千金铺的单元。咱今仔日呢要介绍的是春夏秋冬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四时勤劳这咱顶一遍呢有小可讲到，讲一年四季呢，春夏秋冬，不管是春耕、夏耘、秋收、冬种，拢有固定的工课咯，爱劳动，爱打拼。因为咱常咧讲一句话，讲骨力食力，若变大咧，你就吞烂所以讲咱来讲，唔通想风骚，咱讲的查甫人咧哪有钱就足怪听讲是想要风骚唔通想风骚，唔通想佚佗。唔通干那想要耍，想要佚佗啦。意思讲要食唔讨趁啦。过来呢，甲家庭的伦理讲父母要孝顺，兄弟要和和。意思讲做人事事要爱友好父母这是人情义理嘛。兄弟要和和，兄弟做伙呢要爱共心兄弟若共心呢，乌土会变成金过来讲，井内无水就来倒这咱先来解决这个倒这个倒什么意思呢？用今仔话来讲就是清洗，去洗啦。咱拢知迄井水是出泉的水啦。不过你一个久的时，你若无冚挂一寡树叶啦，一寡土沙粉啦，还是囡仔该蛋石头啦，一大堆。年久月深的时阵迄古井的水咯会塌掉咧啦。是讲泉水呢比较呢较少。所以讲古井的水咯，所以井内无水就来倒所以就爱定期清洗土沙、洗粒石所以咱有一句话讲叫做透明透净，华语来讲叫透明透净，就是爱甲洗过来讲水内有鱼就下蛤鱼蛤壳蛤这那古早呢有囡仔时代都来庄脚拢知影鱼蛤就是咧掠鱼这放鱼的篮啦华语来讲叫篮子螺子讲水内有鱼就下蛤溪水呢一般人咧早期拢嘛住伫溪水的边溪水下鱼下鱼蛤啦鱼蛤咧甲放呀这个鱼就会该走入去讲溪水下鱼蛤通好掠鱼掠鱼要创就是米皮就样做料理家己去溪边掠就有讲个水内有鱼就下蛤过来讲回庄掠贼就拍落哇！过来不是干那顾家己的家庭了，过来顾规庄讲回庄掠贼就拍落，什么意思呢？钓贼头就爱赶紧拍落回入庄面啦，庄头的乡亲，回庄就大家赶紧过来回入庄就是庄面，就是庄头的这个乡亲爱拍落大家知影讲钓贼头赶紧拍落回入庄面呢来掠贼。你看你讲遮有咯你别讲唔通我咧爱困袂使。壮丁就进出得哥斗菜刀，壮丁就讲所以武状元老小拍碰起来无求人小拍，这个形象好壮丁就进出啦得哥斗菜刀阮兜也无家私，不要紧，恁兜有得哥一定有的啦恁兜一定菜刀嘛，甲斗做伙得哥斗菜刀，咱咧讲得哥斗菜刀呢听讲就是为遮开始的个人来讲，金牌交情高粱踢刀，金钱铁杯插腿干戈这拢是啦，拢家私就对啦。家私有偌济呢？有得哥，有菜刀，有金牌，有交情，有高粱，有踢刀，有金钱，金钱是弓箭啦，有铁杯，有插腿，有干戈，因是的好因时间的关系，我甲留一个春夏秋冬四时勤劳，唔通想风骚，唔通想佚佗。父母要孝顺，兄弟要和和。井内无水就来倒，水内有鱼就下蛤。回庄掠贼就拍落，壮丁就进出，得哥斗菜刀，金牌交情高粱踢刀，金钱铁杯插腿干戈。以上阿正先来讲台湾，由党风正教授主讲，党娘收录，多谢收听。